观众朋友早，欢迎收看3月初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陈怡真。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这台海局势是愈来愈紧张啊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拜示避顺的是讲两岸强要动用武力，引起关注。不过邱国正又甲解说讲，军人袂插政治，请大家唔通误会。另外嘛，讲到国军第1级的条件有修改啊，有定出交战的准则，让国军通好应对紧急状况。 不要再讲了，好不好？一讲以后，今晚睡得更不好了。烦恼台海紧张情势，国防部长邱国正惊两岸无势力会到动武的阶段，国军做上好的准备，上歹的打算。国防部初步宣布，查到中国军机了台9座，其中一只搁入来西南空域，中国军舰继续嘛了台5座。邱国正表示，无希望任何代志发生。毋过像海巡执法拄着状况，危机就会升悬。尤其国军伫2021年已经甲第1级的要件改变，嘛要订定交战准则 ROE， 互国军应对常常发生的状况。 归类以后，给他一个定调，让他有这种状况以后不会经过，因为要层层节制，不会讲说层层节制不对，但他要经过一个报告要很冗长，这样的话这个突发状况可能就已经过了，这样的话处理来不及，所以才会有这种调整的。 修改第1级规定，只要航空航海实体超过规矩，就犯罪。不过，敢会引起中国后被解脱，指控咱先发动攻击嘞？ 国防部发声明背会，讲中国军机军舰侵入咱领空甲领海范围，经过辩证拦查广播甲驱离的行动，有关无法度排除，会当合法授权第一线的指挥官改犯罪，因为国家对领土有绝对主权。它如果实体，我们就要处理，我们就要处理。处理原则还一样嘛，该警告的，该要喊话的，该要打这个信号弹的，让他知道我们已经注意到你了，要配合，还不配合，逾越这个范围了。 那我们就当然要有一个应对的方法。针对中国利用气球了台，邱国正定调，伫咧会当看到范围内会有地面部队甲拍落来，甲美军派战机飞起来拍落来做法无同。尤其了台气球高度多数伫咧700英尺以上，目睭差不多是看袂到的。发布那个什么入侵的气球警讯，那你入侵这个气球警讯到底是种类是我们知道种类哈，我们知道数量。 但是不知道种类啊。那如果说今天入侵台湾的气球是像入侵美国那种大型气球，当然国军空军都要予以处置嘛。那如果说是一般的探测气象气球，我觉得军方你就明讲。但国民表示，中国派来台湾的气球多数是探测气象为主，国军会当对外说明气球的路线，互个人安心。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，要加强甲中国对等沟通，双方有责任共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这苏丹红欠姜仔粉的食安问题是继续在飙。有立委是亚讲，高雄市进前公布的进口厂商丁赞、嘉港、海巡，毋那这3间的主机共款，其实拢总有9间公司拢伫同一个地点。警方昨去稽查，嘛甲海巡的负责人带走。 详细核对有问题的产品，桃园市卫生局人员配合稽查金河美下楼4间工厂再制造品的老乡，也有通路下架回收的情形。桃园市卫生局追查金河美公司，将会和桃园市13间贩售业者加餐饮业者，拢已经通知下楼落架回收，并且到其中的4间制造商稽查。台北市卫生局是新增加12间使用保险公司称辣椒粉的产品甲老乡，包括全联所卖 BB13 芳香油超过17000罐，全联无分配处拢落架，民众两摕商品甲发票来摕。 调查局人员找背到进口苏丹红辣椒粉的高雄丁站公司调查，因为有立委讲，这边牵涉到苏丹红事件的丁站、嘉港、甲海巡等公司，拢伫咧同一个地址。检方去海巡公司调查，有员工伫咧款物件，海巡的负责人被检方带走。卫生部食药署宣布，应立法院的要求，全台湾学校的营养午餐禁用辣椒粉1个月。行政院长陈建仁讲，这是系统性的事件，中央会做跨部会小组追查。另外，大家也伫咧关心一个问题，就是苏丹红色素敢会致癌。卫生部顺线向下追查，启动厂商自主检验。因那边境自初7开始，无分来源国家，只要输入台湾的辣椒粉，拢会检测苏丹红色素。在边境的部分，只要被我们查到有不合格的这一家制造厂，好就被我们禁止。然后同一个地区的。 比方说，它是来自哪个国家的，全部的这个国家的要输入到台湾的，全部都是100% 抽批。
消防署讲，稽查人员分做边境查验甲后市场稽查两部分，即马会先重新弹性调配人力，会当对所有进口的辣椒粉无分国籍拢全部查验，未塞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报纸写啥物？做伙来看早报重点。先看自由时报，初一半暝11点，台北内湖天井假释断开，影响到350户，有不少人是洗身躯洗到一半无烧水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要求赔偿。虽然天然气公司落尾是答应要赔3日的钱，而且是不管有受影响无，内湖区拢总会赔。不过其实算算咧，1户会干那会赔6块钱。再来看联合报。为着要更较好管理长照机构，针对居家、社区、机构室等3类定型契约，卫福部上紧后礼拜会发布公告，要求定型契约上无爱提供3日的审阅期，保证金袂使超过2个月。另外，长照机构服务收费标准、退钱方式拢爱写清楚。再来看《中国时报》，依照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所定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，昨刊起至宪报。也就是正式公告入去立法会议读，草案法条拢总有212页，包括境外干涉罪等干涉国家安全的罪行，相当会判关1世人，较轻的嘛就爱关2年。来看警方今年1月初办 S 王牌交易所和诈骗集团斗空，用虚拟货币诈骗洗钱案件，检警拜四第3届去敲。约谈负责集团虚拟货币买卖干部等14个人，其中6个人是100万交保，1个人300万交保，其他7个人搁咧问话。S 王牌交易所的网站讲，因家己是国内头一个合法的虚拟货币交易所，不过其实因只是交易平台尔，怪受害者去投资买无法度换现金的虚拟货币。检方进前有超过2届啊，甲交易平台3个高层是先压禁见。拜四第3届去敲，到达已经查扣虚拟货币和现金，拢总4亿8千多万。根据统计，全台湾20岁以上的女性买厝的能力未输予查甫，而且买厝的比例嘛，逐年拢在增加，去年来到48.2%，创下10年来上悬的数字。而且去年6都当中，在台北的女性买厝的比例上悬，有超过50%。今年70多岁的地小姐，真侪年来拢真欠，靠家己的力量买新北市这间25平的厝，互一家伙仔有一个温暖的家。只是讲啥哪买细厝是买厝，地小姐讲出伊家己的人生铁学。今天你买不起1500万的房子，那你就退而求其次，买个700-800万的。也许吧，也许会有人觉得说700-800万也是一个负担，可是我的想法是，你要有大的目标以后，你才能够有小确幸。根据劳动部的统计，去年女性大概人逐个月总薪资大约是5万2，和10年前的4万2比起来，薪资成长是超过2成。女性的薪资成长真济，加上新世代的女性无结婚无生囝的比例变悬，无家庭和饲囝的负担，女性佫较有能力替家己买厝。有帮学集团统计，全台20岁以上的女性，最近4年来，女性买厝的占比对2020的47.2%，到去年已经起到48.2%。以6都的女性来看，台北市女性买厝是6都的冠军，超过5成。但是买到的厝嘛是6都内面上细间的，平均间都36平。中小坪数，特别是那一种这个20坪以下，总价可能落在1500万以内的，主要的标的会以这个有管理的大楼为主。好，因为毕竟女孩子可能会比较这个在乎这个社区的这一个保全维安啊。专家分析讲，女性的薪水变悬，加上女性投资理财观念是比男性较保守，除了家己大，真侪女性会做投资，会买厝来做资产，还是做人，当做一种累积财富的方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关心台股最近的起势是强强滚，昨开悬走低，早盘捌冲到20065点，每场台股是起91点，收伫19785点。有专家分析，这大盘拢是靠台积电，事实上这跌落去的是比起的搁较济。有学者认为讲，基本面要对袂着阵，这是未来台股大盘表现会受影响的因素。就垃圾盘嘛，如果没有买台积电的人，基本上可能赚不到钱嘛。会比较小心一点，因为现在感觉是蛮热的状况嘛，所以还是要小心谨慎。
西北台北股市冲破2万点，不过未少有投资民众拢坦白讲会更加注意来操作。也若做讲大盘起到2万点的主要力量，就是早盘北工上796块的台积电，盘中带动大盘指数攻上20065点。不过随后大家开始卖股票，红盘变起顺顺，一度震动超过400点。上场大股起91点，收伫19785点，三大法人买406亿，台积电收伫784块，持达超过20条。最后呢，指数能够收涨啊，主要还是台积电的一个功劳啊。但是个股的部分呢，今天上市柜加起来就有1400多家的股票是下跌的。如果扣掉台积电，其实今天大盘指数应该是呈现收黑的状况了。专家讲，2万点是整数的心理关卡，虽然国际盘也无出现转弱的信号，第三大盘起真多，整理是正常的。未来国际盘形势若是稳定，台股也是有机会挑战2万点这大关卡。或者是讲，2023年出口衰退，基本面也未起来，有关是未来台股大盘表现会忧虑。台湾在2023年因为出口衰退，所以大部分的厂商营收获利表现都不是很理想了。基本面其实还没有跟上来了。基本面的部分呢，还是未来那个大盘表现的一个隐忧。学者讲，市场对下半年出口有较乐观的预期，台股才出现这种现象。财政部初步公布，二月出口是314.3亿美金，年增加7.3%，甲一月比较是减少15.5%。也过比原先预期年衰退1%到5%较好，年增加率是连4红。财政部预估今年要看出口有较好无，就要看5、6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台南客家猪仔经4年一届的客家香，4月17就要起股啊！其中全台湾唯一用人工耕囡仔的夜工灯，算是头一届找无囡仔来出灯。主要是因为讲，这届毋是假日搭，佮当着学校要考试，才会招无人来参加。今日看顶头的人去做食做开路先锋的夜工灯，慢慢刷叮当。顶头这拢是细汉先童，沿路夜市show啊，大家烧正来看。各地民俗客家上白搭，每当国历3月11举办，其中每4档就会有连续3天的大盛景。不过这摆夜工灯煞有危机。主要因为这摆办一个平日，佮加上当着学校考试，就算庙方有提早参学校协调，也是真欠人。对啦，歹伊个市个啦，拢有啦。啊，落若较搞怪的啦，人会较咧互囡仔坐勇将啦。做生意，所以我囡仔拢无得参加，无我真正是想要囡仔参加。地方的文化，我感觉袂当失传，爱一直坚持落去安尼。刚好碰到那一段期间，不过我们首先拢已经首先跟他好好协调过小朋友的问题，我们都事先就把它克服了。集合宫的夜工灯全国唯一用人工轮流落去光的，由36个行动组成，3工拢总爱有108个囡仔才通顺利出灯。有上百栋历史的夜工灯，相传有驱邪定衰作用。不少民众买弄夜工灯祈求消灾解厄，因为这夜工灯有钱无地济，即阵阁欠20几个，号庙好运塔壳莫咧烧。本来囡仔拢报要有啊，尾啊差不多摕差不多20个条。所以人大变较无够人。囡仔5岁至10岁，体重到30公斤以下不管你对一个乡镇，还是对一个月，拢会当来坐人。不过这个客家乡唔干那夜工灯真欠人尔，就连一寡文武殿、祭殿嘛，阁拢找无人来参加。庙方讲庙宇顶头加减受到招惊化影响，因只好摒细世界侪囡仔来参加，唔望甲这项文化永续传承。记者伫上台南采访报道。为着要表扬济古迹的管理者和经营者，长期以来对文化资产的维护，文化部文书局举办古迹维护的颁奖典礼，为13个古迹建筑内底选出4个优良个案，希望因会当成做古迹维护和活化的模范。咱嘛个聪明摸拄到，也差圈系圈呢。电视剧地金演的是新竹北部地业的黄金岁月，这个场景拢是伫强阿新洋楼拍的。这个古迹伫1946年起造，用来接待外国贵宾。后来强阿新事业破产，抵押互银行。50年后交做后代，才甲重新买回来，甲征收过，咱才有通好伫电视剧了解北部地业的历史。江阿新先生是他盖的这栋房子的，留下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硬体的资产，跟他过去创造了这些茶叶的历史。拍的茶经出来，就茶经拍出来以后呢，大为轰动，所以我们很幸运的，嘉义洋楼变成这个很出名的古迹。
杨老经过家族6年用心修复，才恢复做原底的模样。拜高受文字局的表扬，红选做高级维护的优良个案之一。另外，更有侪侪游客拢来去踅高雄战二库、战二这一库，这是日本时代保留较大的建筑，即马活化来支持在地少年的创业，嘛是外地人了解高雄港历史的重要基地。我们就是吸引在地的这个伙伴、创业的伙伴，愿意加入我们，大家共同守护，也提供了这些服务，很好的餐点，诉说我们自己在地的历史。112年的高级维护入选的个案总共有13个，对这当中选出4个优良个案，除了强阿新杨楼和战1库、战2这一库，另外更有家己市立美术馆和台南的后壁加古厝。要安怎修理？用什么材质？用什么工法？拢有一寡的程序规定。咱选出着这优良客户，因这所有权人，甲所有的管理机关，能够甲表扬，能作为咱全民文化资产的这个表率。文资局每2年办一届高级维护的评鉴和颁奖，除了是鼓励文资管理者的用心，文资局嘛希望透过这个例，会当加注真侪老建筑未来维护和活化优质建本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台湾布袋戏雕红仔头的师傅齐炳环，为16岁开始刻布袋戏红仔，有真侪出名的角色，亲像苏焕珍、苏彦文等等，拢是伊的创作。虽讲伊伫2022年已经过身啦，不过侪侪珍贵的作品拢有留落来。中华关美术馆都收集了80件，即马办一个布袋戏红仔的展览，要互民众看到伊的雕刻功夫。霹雳布袋戏电影成就传说的苏焕珍、毛奎，佮有分州大儒业的苏彦文、庄敬仁等等真出名的布袋戏角色，拢是齐炳环大师的作品。目前当伫咧中华馆的美术馆展出。5年级还是6年级吼，拢是看这布袋戏红仔布袋戏大汉的，做一个展览，互咱的即摆少年辈来看吼，嘛看大家拢足生动的雕刻，足精美。足趣味的啦，因为有《西游记》嘛，唐三藏啊、猪八戒，拢是较早细汉时阵看到的故事安尼。齐炳环艺师16岁开始刻布袋戏红仔，佮甲布袋戏大师黄俊雄合作。后来霹雳布袋戏当中，侪侪有名的人物角色，嘛拢是齐炳环的作品。尤其伊伫红仔的目睭、喙、活动机关的改良，落真大功夫，互红仔动起来会当活真气神。伊伫镜头顶头吼，咧演出的时阵，伊是活灵活现，伊像黄俊雄黄文哲因爱用伊的红仔，主要就是过脚水，佮用伊的红仔，过来就是雕工，很细腻。黄俊良来要去红的时阵，就讲爸爸讲演导啊，无钱的书生安尼啦。伊就讲就像恁囝安尼啦。外面就传说苏彦文就是看因囝刻的安尼。齐炳环艺师是台湾布袋戏真有代表性的刻红仔师傅，伊行过传统、金光、电视，甚至电影布袋戏。即摆展出来自全台湾10位收藏家，将近80件的布袋戏红仔，希望互民众看到齐炳环艺师精彩的雕刻功夫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。性别平权的意识是愈来愈普遍，变装风俗也就是查甫装做查某的一款形式，嘛正做 LGBTQ 族群的代表之一。最近这几天，台湾变装文化嘛正发展。台语台青春咱日帮下暗7点半，特别带乡亲做伙来了解这款艺术和性别认同的关系。轻薄的打扮、甲肢体动作，伫台北拜6礼拜暗时啊，袂少性别友善的酒吧，会当看到变装风俗的表演。亲像 Honey 剧，为高雄来台北已经3年啊，为着得到更较侪表演机会，除了参与各种的演出，伊利用时间磨练舞蹈的技巧，希望会当成做专业的表演者。在做这个表演的时候，你自己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在做这件事情？那每个人定义这个状态不一样，挖掘自己另外一个心理层面，是我一个最大的启发。除了伫酒吧固定的演出，各种的活动嘛开始有变装风俗的表演。亲像即个两厅院的特别企划，都邀请变装风俗来演出厅院望红楼，甲现场的观众近距离互动，大概是学到噶。之前大部分应该是电视上看到，然后譬如说像有一些
红顶艺人这一些。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看，然后而且发现他们其实很会跟观众互动，很有趣。变装红袖的表演，那是欢乐的舞台，嘛是多元社会共融价值的表现。我希望讲有一天变装皇后伫美术馆，把变装变做较一般的表演，应该是我的目标啊。当花灯初上，伫咧变甲无变之间，才会变装红袖，因勇敢展现家己的内心。嘛期待大众会当欣赏这个文化。记者洪条成、吴一修台北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今仔日继续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气象署针对1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，各地头早暗拢真干。今仔日顶部彰化以北、宜兰和花莲，这气温可能是剩无到10度。若即阵冷空气是较大较冷，各地头的天气是侪分好天。干那只方面的东半部、恒春半岛会落小可雨。若下晡开始，水汽就会略增加。西半部的山区可能会落雨。明仔载开始，强烈大陆冷气团都会豆豆减弱啊，这温度才会小可回升。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。北部地区9度到17度，中部地区11度到23度，南部地区12度到25度，东部地区10度到19度。外岛地区9度到18度，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。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陈怡真，明仔载同这个时间，咱再会。